次你的茂谷柑，你有什么感想？有什么要促销吗？你的看法呢？谢谢。民政里长伫市政会议体农民发声，民政里出产的木瓜全台有名，自年前进入产季，不过市场的拍卖价一直游袂起来。今年过年后好像疫情的问题，就比较少人出来要买茂。台中山城是木瓜的重要产地，到4月进前拢是产季。不过，即卖有其他的区域加做民政里来卖，里长嘛要求要加强市场的辨识度。那这部分我们透过公所来辅导它产地的一个标章，来销售它的民政里的产品。今年过年木瓜的市场销量无好，目前木瓜柑市场嘛比旧年搁较歹。安怎行出销售困境？市府嘛要提出有利的配套，和农民做伙渡过难关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